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3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这个胡适走势表面上看走了一个升 V， 实际上金融消费者可以说是叫欲哭无泪啊。对金融消费者来说那就是当头一棒。上周五已经挨了一棒子，今天继续挨一棒市场全天探底回升，尾盘翻红，三大指数微涨。这个微盘股可是暴跌微盘股指数跌了 4%， 盘中最多跌 6%。 你说这个微盘股这是这个金融消费者比较偏爱的，因为这个金融消费者他不会去买这个金融股银行股，因为那个都是国家队在里面，国字头的那些股票。截至收盘，沪指涨 0.15%， 深成指涨 0.07%， 创业板指数涨 0.01%， 全市3800多只股票下跌只有1000多只股票上涨，就是跌多涨少。最主要是交易量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只有 1.45 万亿，比上个交易日还缩量1000亿，这个已经说明问题了我每次都强调这个成交量 1.5 万亿以下，那风险已经来临，也就是那些这个比较活跃的资金炒什么东升西落的，炒什么科技股的，炒人工智能的，现在都已经退场了只能说明那活跃资金在减少，离场观望，才会出现这个成交量萎缩到 1.45 万亿。腿脚不够麻利的小散户恐怕今天损失惨重不要看这个大盘是红的，而且走了个 V 字形，这个某种程度上就是赤裸裸的造假就拉几只银行股就能把指数拉红。现在银行股不停的创新高，但实际上呢，大家想象一下银行的业绩会怎么样，你就是按逻辑去判断，不要看他自己那些数字。现在你看是不是又在推消费贷改成50万，对吧？延长到7年，但是消费贷的利息只有 2. 几，那个息差是不是更小？这玩意推的越多，你都不用考虑什么坏账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银行的息差是越来越低。有很多韭菜因为种种原因在银行都有贷款，他那个贷款利息恐怕是 4%、6% 都有可能有些什么商业贷款呢经营贷或者是 5% 的这个比较常见那如果说很多韭菜很多老板呢，他薅这个消费贷去还那些商业贷款，你不管怎么说，对银行的利润是越来越薄赚钱越来越难。这3年来房地产暴雷，银行至少它的账面上还没有体现，你觉得这个正常吗？今年你还能粉饰，明年呢？后年呢？我从去年就说这个银行的这个业绩，对吧？你可以运用所有的财技，但是丑媳妇要见公婆，纸是包不住火的。你比如说这个中国移动也是国家队社保基金所喜欢的股票，也是个大盘股中国移动政企客户欠款810亿，坏账准备290亿。3月21日消息，中国移动发布2024年年报，交出一份表现稳健的成绩单，就中国移动的业绩呢非常稳定也漂亮，实现营收10408亿元，同比增长 3.1%， 就这么个大家伙，它还能增长 3.1%， 净利润1384亿元，同比增长 5%。 你看看中国移动的报表绝不让你失望，但是看看它的这个应收账款，政企客户欠款818亿，这个已经做了这个坏账计提坏账290亿，居然有人欠中国移动的钱，很有可能是地方政府没钱给中国移动，只能提坏账。这说明什么情况呢？有些国企恐怕也欠中国移动的钱，民企你放心欠不了钱，对吧？这也说明经济恶化。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国企能欠中国移动的钱，为什么不能欠银行的钱？我们只能说恐怕他们也欠银行的钱，只是银行的报表给它盖住了，不让你看见，弄虚作假，粉饰业绩。这个不光是在这个上市公司报表里面就连卖个肉夹馍都玩这一套这个旅游城市也是网红城市西安就被人戳穿当然不是说政府是说这个西安的这个一个肉夹馍店西安的肉夹馍比较出名嘛，老同光肉夹馍。西安的回民街也很出名，对吧？我去过好几次，人非常多，都是卖吃的。结果有个游客跑到这个西安回民街去玩，无意中戳穿了肉夹馍店的这个弄虚作假。大家看视频看看这都是拍这个肉夹馍的。今天是我们第2天到西安，我们4个人今天在这个回民街不小心撞破了一件大事，就是那个排队超火的
排了好长队的那个老马家肉夹馍。我发现了好多都是托。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昨天下午的时候到那个西安，然后4点的时候我们去那个高家大院，到高家大院旁边就是那个老马家的肉夹馍。然后我就拍了一个视频，我感觉说，哎，这个老马家肉夹馍人挺多的，排挺多人。我说，哎，我想发给我的那个朋友去看一下子，他这么多人，他家肉夹馍能好吃。每一个路过的游客都是这么说的，然后我就录了一个，因为我们当时着急去那个华阴老腔，然后我们就去了。这时候是4点，我们录了一个视频。看完华阴老腔是5点，然后我们又路过这个肉夹馍，我又拍了一个视频，然后我就开玩笑的说，我说不能是托吧，不能是托吧，然后结果真是，我就把这个4点的和5点的这个视频2个我比对了一下，我发现有4个一样的人在排队，一模一样，穿搭鞋也一样，对，就是一模一样，很明显能看着的。今天是17号，是我们来到西安的第2天，我们今天中午起来之后，我们又来楼下去那个肉夹馍了之后，那个人还有昨天排队的人，然后还有今天新排的人。然后我们就偷偷跟了一下那个人就是他排完了队之后，他溜达一圈，他又把肉夹馍还回去了，然后呢他又继续去排队。所以我希望这个西安文旅，咱们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咱们能正视一下这个事情，不要让其他的消费者受骗。因为我们站在那里，很多人都在说啊，他家好多人呢，他家肯定很好吃吧，但是实际上怎么回事咱们也不知道。15块钱的一个肉夹馍卖那么贵啊，然后呢还那么多托去排队，非常的不合理，严重影响了这个市场的这个公平性。你看看啊，就这种弄虚作假，表面繁荣，对吧？连开个肉夹馍店都这么干。我们的上市公司的报表啊，他粉饰啊也能理解啊。所以我们对吧，指数造假，哎，指数是红的啊，那散户是赔得稀里哗啦的，也就不足为奇。哎，大家习惯就好了。可惜啊，成交量不太好造假呀。3月21号，这个北京商报啊又是重磅发文了，叫小市值股票也有春天。北京商报发表评论文章称啊，目前 A 股市值不足20亿元的上市公司有600家左右，其中也存在着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而且有些公司还有很好的成长预期。这类公司未来也有估值重估的空间。小市值公司往往因为规模较小、知名度不高而容易被市场忽视，但是他们的业绩一旦出现快速增长，就有可能出现巨大的爆发力。很多大牛股都是从小市值公司开始成长的。今天的优质蓝筹股或者优质科技股，在几年前也可能是一家小市值公司。正如那句老话，是金子总会发光。这些小市值公司中佼佼者，总有一天会因其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这个是3月21号啊，就是星期五，北京商报发的文章，这真是太灵了啊，太邪性了，太准了。周五发的文章，周一这个微盘股就暴跌6%啊！你说这个散户都纳闷啊，你说为什么这些喉舌就这么准？我这天天痛诉这个胡适的种种不靠谱，哎，都不管用，根本抵不上这个喉舌啊来篇雄文啊，直接对吧？这个指数就应声而下。当然了，这个胡适啊今天走成这样，跟业绩有必然的联系。可以说啊，临近这个年报集中披露的这个节点，各种雷啊随时会爆。所以说今天啊有媒体报道说，天雷滚滚，多家 A 股公司发布风险警示。近期随着年报集中披露的临近，监管的趋严，多家 A 股公司发布风险警示。3月23日晚间，香雪制药公司公告称啊，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自2025年3月24日开市起停牌1天，将于3月25日开市起复牌。同日晚间，朗源股份也公告称，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3月24日开市起停牌1天，将于3月25日开市起复牌，也就是前面加 ST。另外，3月21日晚间，联创股份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从3月24日停牌1天，3月25日复牌，并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这个在上一个周末啊，已经有5只个股发布风险警示，分别是 ST 华文、ST 中青宝、
ST 联合、新 ST 东方、新 ST 新研，但是不要紧啊，你就是前面加 ST， 你加什么？你加新 ST 都没用，照样会有这个金融消费者啊会往里冲。哎，他们是不看这些东西的，甚至有的认为越是加 ST， 越是加新 ST， 越是提示风险，他觉得越是机会，对吧？就要逆风飞扬。哎，等到他被套血本无归了，他在那喊冤，要求赔偿啊，要保护他的权益。我们再看胡锦老师昨天啊，把枪口重新对准了司马南老师啊，说司马南老师啊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胡锦老师他不知道啊，或者他心里知道，但是没有特别的这种重视，就是他这句话给司马南老师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心里会造成多大的重击啊！说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司马南老师看了这句话之后啊，暗自发誓，必须掀桌子，就是爱国流量我吃不了，你胡锡进也别指望着独享。举报信啊，在路上，快的话有的已经到达有关部门啊那个信箱里了。而这一切啊，胡锡进老师恐怕是浑然不知啊，所以他现在还在到处悠哉啊，游山玩水。胡锡进老师今天他发了个微博啊，他说啊，在一个饭局上碰到一位前创业者，他讲了自己要求员工加班的故事，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态。哎，就是胡锡进老师说这个前创业者啊，说啊他自己那次创业承受了巨大风险和压力，他根本接受不了员工到点下班，他给那样的员工发工资会觉得非常心疼，觉得亏了。他说大家一起加班，即使效率不高，但会给他一种安全感，就是员工加班给老板安全感，仿佛大家在与他共同承压，并肩战斗。如果员工们早早下班，会让他更心慌，觉得大家跟他不是一条心，他会对前景更加担忧。胡锦说啊，这位朋友还讲到，为了在公司营造人人加班的氛围，他专门找了几十个实习生，对他们的最大要求就是晚上9点以后才能走，这样就会让办公区入夜后灯火通明，正式员工也就不好意思早点下班走人，从而带动了公司大家一起加班的风气。胡锡进就问啊，他说公司后来情况怎么样呢？他说啊，那次自己创业失败了，不过他坚持认为加班，尤其是初创公司，员工加班非常必要，那样的加班是士气，是整个公司的同舟共济。说实话啊，胡锡进老师自己说啊，他被这样的描述啊所震惊，他觉得新奇。胡锡进老师评论啊，他说创业者心理上的焦虑可以理解，但我还是强烈反对用员工长时间无效加班向公司负责人提供情绪价值，营造他们的安全感。长时间加班不仅有违劳动法，而且公司之间如果形成加班竞争，必将削弱社会劳动的整体效率，剥夺职场人员的大量休息时间。而且加班如果成为文化，就会有各种非正当原因入侵进来，拓展他们各自的地盘。而比如职场上员工对上司提供情绪价值的领域，可远远不是上面故事中尚可理解的安全感，而是各种各样的权力欲、摆谱、个人心情释放、制造虚假成绩等等。这种文化还会迫使员工之间开展不健康竞争，用表现充当业绩，搞得大家不仅身体疲惫，而且也很心累。说鉴于推动加班的因素无穷无尽，制止加班最强大的力量还是劳动法。因此老胡建议各地劳动部门实施不定期的稽查，对加班严重的机构实施约谈促改，甚至祭出经济处罚等措施。当前就业形势不太好，找工作挺不容易，这会增加各种机构里员工的弱势，法律这个时候站出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变得更加重要。这个胡锡进老师啊，又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觉得胡锡进老师他应该先反省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朋友？那肯定是你三观差不多啊，才有这样的朋友啊。也就是说啊，如果你的这个立场真的很坚定，三观跟人家完全不一样，你也基本上聊不到一起去，更合不到一起啊。这个前创业者，咱就不用说了，一看属于一种病态，对吧？他创业，然后就没有理由的啊，他就需要大家加班。这你们加班，作为创业者老板，他心里才踏实，仿佛好像你们加班了，他创业才能成功。这个我以前也创业过，对吧？也成功过，也失败过。创业和加班，这居然他能把它绑到一起。老板可以加班，但是胡锡进这种和稀泥这种批判也是错误的，就是你按照劳动法来就行，实际上都不叫劳动法，实际上就是什么叫自洽，也就是说老板和员工，对吧？公司和员工达成一种融洽，这种融洽
你很难用一个规章制度、法律去规定。融洽，记住了，是叫融洽。融洽什么意思呢？员工他愿意加班，老板也愿意让员工加班，这叫融洽。员工不愿意加班，老板也不管，到点就下班，这也叫融洽。也就是说，对吧？这个公司要做到融洽。如果你加班，对吧？你有加班费，或者你这公司待遇特别好，员工自愿加班，那你还能把人打一顿是吗？劳动法能管人家自愿加班吗？那管不了啊。但是胡锡进老师他企图他认为用强制力就不准你加班。实际上劳动法里面规定没有说不让加班的，劳动法规定只是你加班要给人家付费，加班工资，所有的付加班工资，无非就是让员工觉得他在这儿待着值就这么简单。有的行业工资不高，底薪也不高，他通过加班呢，他多挣点工资，加班费高一些，你一刀切，对吧？就不允许加班，这个你在堵谁的这个路呢？所以说胡锡进老师长期在这种事业单位养成了就这种一刀切的这种习惯。因为胡锡进老师他在事业单位，他恐怕这形式主义的班加了太多的这种班没有好处，那就是纯在这做样子，下班了不敢走，因为领导没走，你要走你就不上进，你没有追求，对吧？你就得不到提拔，好，大家都在那坐着不动，甚至没事也做到9点才走，这种加班没有意义这种加班反而很压抑。但是国企和事业单位经常这么干，机关单位会出现这种情况，私企是不会出现这情况的私企说加班不给钱，说他下班不走，说他一直做到9点才走，这个恐怕私企不能长久。员工人家可以拿脚投票，大不了换个单位嘛。也就是胡锡进老师他自己不敢反抗，对吧？他已经逆来顺受，但是他又不满不甘心，所以他希望借助国家的力量，这个劳动法的力量来强制，对吧？来解救他自己不敢反抗，是不是这个道理？本来是自己拯救自己，是吧？你可以一不高兴辞职报告一交，对不起，不玩了，我换地方了。很多大厂你只要提供加班费，那加班的人大有人在你赶都赶不走。很多人想方设法加班，说来说去就是个待遇，对吧？就是这个员工觉得值不值的问题。所以说胡锡进老师他本应该自己反抗，但是他无能为力，奴性所以他希望有关部门来拯救他。劳动法可没有说加班犯法，劳动法只是说加班不给钱犯法。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